请问您这是？再不让我出门，我是娄家堡管家，求见苏丞相。我就真的大病您稍等不起了。好机会啊！七哥跟我说过，往集市走是左转还是右转来着？啊，左转。少主，大管家已前往宰相府。知道了，让大管家先和他们周旋周旋，我出去转转。是。这。这集市到底在哪儿啊？怎么越走越荒凉啊？我好吃的包子呢？哎，公子，公子，哎，这位公子，请等一下。姑娘，不知喊住在下，所谓何事？公子，请问京城怎么走啊？京城在我的后面呢。啊？哎呦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想去集市吃个包子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你笑什么呀？我没笑什么呀。如果姑娘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在下就告辞了。啊，那个，姑娘还有什么吩咐啊？那个，公子，请问你去往何处啊？我去往京城。啊，那公子，你能不能，能不能，那个，公子，公子，能不能带我一程啊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的爱马呀，它腰不好，驮不了2个人。啊，这什么蹩脚的借口啊！我能有多沉啊？可我又不认识你，万一你要是个骗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哪里像骗子了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还怕我一个柔弱女子啊？而且，我好歹也算是个大家闺秀。大家闺秀子，大家闺秀就可以随便上男人的马吗？你好，这。哟，这不会就是秦将军下的聘礼吧？应该不会。将军府与丞相府2家成亲，礼数是第一位，怎么可能直接把彩礼送来呢？走，问问娘去。嘿，站住！三哥，你干嘛去啊？现在表姐正陪着妹妹呢。自从上次妹妹得了风寒，娘亲就禁止她外出，天天啊，无聊得紧。你就让他们2个姑娘家说说贴心话吧，啊！咱们啊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走，三哥。一大早就有人来敲响了门，
当值的以为是老秦送来的彩礼，便迎了进来。秦将军虽为武将，但向丞相千金提亲的礼数必是懂的。怎么能不提前通报就把东西送过来？绢300匹，锦彩60匹，钱300万，酒60壶，玉璧5枚，虎皮10张。老爷、夫人，娄家堡大管家上门拜访。娄家堡，确实是娄家堡。自从娄老堡主去世以来，我们两家来往甚少，怎么突然？无论如何，娄家堡对我有恩。我们先看看怎么回事。请他们进来。是。请。好。小人特奉我家少堡主之命，前来拜见公主殿下、丞相大人。大管家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大人、夫人，我家少主近年来游历四方，近日刚刚回到京城，特派小人前来提亲。提亲？里边请。请。来人，看茶。是。是上次落水的那位姑娘。这个人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去。就。多谢公子。我一路把你送回家，还给你买包子吃，请救命恩人进屋喝口茶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什么救命恩人呐？你别夸大其词好不好？哎呀，原来丞相府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呢。什么小人呐？你说谁啊？恩人，小女子恳请你去府上喝杯茶，歇一歇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娄家堡屹立于江湖数十载，属于朝廷管辖范围之外。娄家号令一出，江湖上所有的人皆为娄家堡马首是瞻。当年魔教入侵我朝，也多亏娄家出手相救。正是，娄家堡对我有恩，出洋时刻铭记在心。大人、夫人，这都是娄家堡的责任，不足挂齿。大管家有所不知，我家冉冉已经许配人家，与护国将军二公子定了亲，所以……的确，我家小女儿已经许配给了将军之子，皇上亲口指婚，君无戏言，皇命不可违呀。喂，喝茶不是这个方向。喂，拜见少主。大人、夫人，请容我引荐我们娄家堡少主娄轩。拜见丞相大人、夫人。晚辈娄轩这次特意上门提亲，望大人夫人成全。好，娄少主不必多礼。娄少主，刚刚我也和大管家说了，实不相瞒，我家小女已经许配给秦将军的二公子秦朗，这个晚辈知道。那大人、夫人，我们娄家堡隐匿于江湖这么多年，对于礼数礼节已经渐渐的生疏。如果有不周不敬之处，还请二位海涵。好，哪里。大人、夫人，这次我确实是上门提亲，但是不是您的千金，而是府上的另一位小姐。表姐。
师姐，喝茶。这么烫，你敢烫死我呀？大师姐啊！大师姐，吃块瓜吧。这还差不多嘛。不错。你们几个都给我好好洗啊！洗不干净就要洗1个月的衣服，听到没有？是啊，大师姐。这什么呀？哎，干什么呢？师姐，那上面飘下来一个腰带。快，把它抬上来！把它抬回去。抬哪儿去？抬山上去吗？来不及了，去后山小屋。哎，好，来，快。走。放你在外整整3年，是不是也够了？你还在怪爹3年前没有派你去镇守边疆，害得你哥哥被魔教所杀。孩儿不敢。你娘死得早，你哥哥作为将门之后，远赴边疆报效国家，谁知现在咱们秦家只有你一人可以继承武将之职了。爹老了，你也该回来当家了。爹，魔教盘踞西域几10年，多次犯我边疆。哥哥又惨遭魔教杀害，一日不平魔教，孩儿一日心不安。魔教教徒众多，声势浩大，皇上对讨伐魔教一事也非常重视。这次召你回京，也不是让你就此罢手，咱们还可以从长计议。只是你早已到了适婚的年龄，该为咱们秦家添丁了。爹，苏丞相是朝廷重臣，宅心仁厚，与咱们家又是世交。苏家小姐是苏丞相和初阳公主的掌上明珠，性格活泼，家教又好，是万里挑一的大家闺秀啊。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，你的终身大事一直是爹的心病啊。你考虑考虑吧。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你是说你在京外的荒郊野岭遇到一个人，求他带你回家，结果这个人正巧是今天上门给表姐提亲的娄家堡少堡主？有这么巧的事？绝对没有。你们说，表姐真的会嫁给那个娄轩吗？哎呀，
我也不指望那个只会射箭的木头能做些什么了。我不想让表姐嫁人，更不想让她嫁给那个古里古怪的娄轩。那个娄轩深不可测，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。娄家堡势力盘根错节，从不在乎什么俗世规矩，也从不把朝廷放在眼里。为何今日要和丞相府的表小姐结亲呢？娘亲又增派人手了。哎，啊，小姐，那个，今天我有急事要出府一趟。小姐，夫人特意嘱咐过，小姐想要出门，我等必先禀告。不用去禀告娘亲啦，我真的只是出去转一转，马上就回来的。小姐，夫人有令，小姐您是大病刚好，不宜出门。什么大病啊？就是有点风寒嘛。请小姐回去。好不容易回一趟京城，也不让我出去玩，娘亲也太狠心了吧！我给你生了9个哥哥，找他们去。哎，大哥，今天带我去刑房看看吧，我想看看大哥的威风。石头剪刀布！妹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还是找老西玩去吧。啊，哥先走了。哎呀！妹妹，下次可不可以小心一点啊？看什么呢？留步！子曰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。”不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妹妹啊，我可告诉你，和面不仅要注意节奏，而且啊，
你还要注意力度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咱们和出来的面才会又好吃，又能做出漂亮的糕点。嗯，知道啦。哎，对，就这样。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哥哥呢？哎呀，真是。来。哎，你怎么还磨我呀你？来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一支小小的带笔，在京城，带色五花八门。什么带黑啊，带青啊，带蓝啊，带紫啊，那噱头够响够亮，可一抹到眉毛上，全都土得掉渣。哪像我苏简啊，我可是京城第一。哎，妹妹来，七哥，妹妹，你来帮姐姐们描眉好不好啊？好啊。七哥，还是你最好，怕我无聊，一直陪着我。那怎么表示表示？妹妹真乖。来，你画这个姐姐。好。妹妹，怎么样？看。大哥，你这字写的可真好看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、七哥、8个、9个，过来陪我玩。我还要看书。客官，您的菜。这位爷，一个人吗？公子，让我们一起喝啊！哎呀，咱们一起喝吧。公子，这边请。来，公子，坐这儿。公子，我们伺候你啊。公子，来一杯嘛。来嘛！哎呀，你小心点。没人。走。爹，看你这么急匆匆的赶过来，应该知道我找你来所为何事。昨日的命案，正是。昨日发生在街头的命案，死者死状凄惨诡异，却和你说的魔教杀人异状极其相似。魔教中人信奉以血养人，吸血可以增强内力，还可以强身健体，也可以使人长保青春。上次听你提起过，甚感骇人。没想到世间竟然有如此惨无人道的杀人之法。恳请爹爹让孩儿亲自调查此事。好，爹爹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魔教之人潜入京城，此事非同小可。皇上已命重兵封城，正要严查此事。爹爹认为将调查此事重任交于你，再合适不过。孩儿领命。至此，京城守备总管一职就交给你了。京城的治安一定好好治理。是。嘴上说什么疼我，其实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，谁都不疼我，谁都嫌弃我，都不带我玩，都不带我玩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该怎么办啊？
我实在是想不通，依照娄家堡的财力跟势力，怎么会跟丞相府的外甥女结亲呢？娄家堡向来黑白两道通吃，朝廷都忌惮他们3分，也鲜少跟官宦人家来往。这突然上门提亲，还真让人琢磨不透啊。而且我们跟秦家，我们2家现在处境非常微妙。自从定下婚约以来，2家没再提过，可皇命不可违呀。现在又多了个娄家堡等我们回复，真是焦头烂额。老秦那边不着急啊，就让那个老家伙给我等会儿。可至于这娄家，莫非这个娄少主听说咱们天儿冰雪聪明、端庄秀丽，慕名而来？那是，我们家天儿可是万里挑一的好姑娘，贤良淑德，蕙质兰心。哎，我一直以为她跟咱们家老三。就是啊，这俩孩子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的，我还一直希望天儿将来嫁给我们老三呢。哎呀！真是谢谢你啊！你真是我的大恩人。姑娘，为何要爬着狗洞？一言难尽。姑娘是苏府之人，不能告诉他我是谁。丞相千金钻狗洞，太丢人了。要是让娘亲知道，非责罚我不可。大人，你和这位姑娘认识啊？有过几面之缘。这堂堂丞相府中的人，竟然会从狗洞里爬出来，莫不是贼吧？贼？你说谁是贼啊？我长得像贼吗？你才是贼，你全家都是贼。哎，不是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秦都尉？你姓秦，叫秦都尉？那你爹是谁啊？放肆！竟敢追我们都尉大名！在下秦朗，现任京城骑都尉，家父是镇国将军秦维。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，站住！别跑！小姐，天，看来这位姑娘还真是苏府的人。走，回衙门。是。小姐，那个……嘘，就当没看见。
表哥，天气炎热，喝碗绿豆汤吧。表哥过来找我有事吗？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。表妹，爹娘还在等你对娄家堡提亲一事的答复。这事我知道。那你的答复是？我还没想好。娄家堡在江湖上名声响亮，娄少主也是一表人才，想必爹娘也会觉得这是门好亲事。是啊，我从小寄人篱下，虽然舅舅舅母待我如亲生女儿，你们与表妹待我如亲手足无异，可是我到了嫁人的年纪了，不能再打扰你们了。不，表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表哥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尽快给舅舅舅母答复的。祈愿符嘛，祈愿符，你快看看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灵了。你要是有什么愿望，把这个符啊往树上一挂，不出3天，保管灵验。真的假的？真金不怕火炼。要几个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15个。什么？15个。15个？哎，这。老板，要不我拿这些东西跟你换吧？它起码值10两银子呢。哼，姑娘，我这个祈愿符是祖传的，1两银子一个。你这10两银子恐怕不够吧？1两一个，也太贵了吧！哎，姑娘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是保管灵验的。可是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啊。姑娘，你手上那个玉佩值4、5两银子。这个玉佩可不行，这是我哥哥给我的，说是以后给我未来的夫君。虽然不知道它值多少钱，但是我不能给你。哎，姑娘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玉佩抵押在我这里，明天呢，你把银子带来了，我再还给你，不就得了吗？明天？嗯，还在这儿？我天天在这里啊，我们做生意言而有信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姑娘，我看你这么有诚意啊，这里呢还有20个祈愿符，我呢就全送你了。来，拿好了啊。谢谢老板。啊、哎，姑娘，留步，从这边往东边走，有个许愿树，你把这个符往上一挂，越高越灵。啊，快去快去，现在人少，赶紧啊。哎，赶紧去啊。就在东边拐弯的地方。好。
各路神仙保佑，爹爹、娘亲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这个红绳跟师姐手上的可真像。回京城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师姐他们怎么样了。保佑。你是谁？你别怕，我叫杜瑶冰。你别跟我耍花样，你到底是谁？还有，这里是哪里？你最好跟我说清楚。你看你生得这么标致，脾气倒还不小。我好心救了你，我还没问你是谁呢，你就问我，你不觉得应该有个礼尚往来，先来后到吗？你呀，现在就在这儿好好休息。我要是想取你性命的话，就不会留你到现在了。哎呀，姑娘，我虽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但是我杜瑶冰既然救了你，不把你治好，我是不会放你出这个大门的。反正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要做，你要是跟我耗着，我就跟你耗着呗。好吧，那我出去帮你看看熬的药好了没有。哎，姑娘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当然了，我杜瑶冰的人品，在这太乙山上没有一个人会说不字。姑娘，我遭仇人追杀，流落于此，请姑娘勿向他人透露我半点行踪。放心吧，有我保护你，没有人敢动你半根汗毛。简直价值连城，赚大了！保佑三哥苏泽别再像木头一样，多说话更健康。保佑梁天表姐。梁天表姐，不就是我未过门的堡主夫人吗？什么堡主夫人啊？你想得美！我爹娘同意了吗？我表姐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了吗？这还需要你同意啊？
回来了。新官上任，事务可顺利？父亲不必担心，调查正在进行当中。明日，你去丞相府拜访一下，把你连日来收集的魔教情报，向丞相大人汇报一下。是。你好好歇歇吧，我去书房了。老爷、夫人，秦将军来了。哎呦，天天在朝上还见不够，还跑到家里来了。不行，我得躲躲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个老东西啊！你看着我想跑啊？来来来，坐下。老秦，你也快坐。啊，我跑了吗？我没有啊。哎，谁是老东西？你才是老东西！你们全家都是老东西。你个老东西啊！明知我家秦朗已经回到了京城，我一直想找你商议一个拜见你的日子。嘿，你倒好，这2天上朝，你总是躲着我。我没有啊，我这2天在朝堂上，我别我的啊！下了朝怎么看不见人了呢？我说初阳啊，这婚约已经缔结，咱们2家毫无动静，这皇上问起来可怎么办呢？老秦，冉冉这3年都在外，这才刚刚回家。我们呐，是想让他在家多住些时日。住，必须得住。我要是有小冉冉这么个宝贝女儿啊，我就想让她在家里住一辈子。可是现在呀，这2个孩子都在京城，正是让他们增进感情的好机会呀。增进感情？是谁跟谁增进感情啊？我们家冉冉跟他爹才需要增进感情。去，一边待着去。初阳啊，我说别的事怎么可以不管？这可关系到孩子的终身呐，可不能因为一时的舍不得，耽误了大事儿啊。当然了，这事儿呢也急不得。我现在觉得呀，咱们有一事可做。你这个肚子里没什么好水。何事？咱们可以让孩子们见面，聊聊嘛，做得自然点。双方的父母引荐也太老套了，孩子们也紧张。明天呢，我让秦朗过来拜见这个老东西。你呢，只需要偷偷的安排一下就行。可是你这什么馊主意啊？偷偷摸摸的，我不干。我认为可以一试。请问您是？将军府秦朗前来拜见丞相大人。秦二公子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望秦公子恕罪。您快请进，小的这就去通报。
老爷，请二公子求见。人在哪儿啊？现在正厅喝茶。小姐在哪儿啊？正如您的吩咐，小姐在左小院天香阁吃点心。你把秦公子带过去，就叫他在那儿等老爷。记住了，进去不要敲门，把人送到就出来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小的先下去了。楚阳，你这么把女儿就给嫁了，我不高兴。你不高兴也得给我老实待着，不许捣乱。请。我们家老爷在书房处理一些事务，特地吩咐小的伺候您吃一些茶点。老爷一会儿就过来。客气了。等一下啊，这个是否是府上小姐的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家表小姐的。您看，这是表小姐的名讳，是她亲自绣上去的。表小姐啊，秦公子有所不知，我们家表小姐闺名唤梁天，是我家老爷过去妹妹的遗孤，从小就被我家老爷接到府上，与我家小姐一起长大。秦公子，请在那边亭台等候。娘亲怎么还不来啊？6哥做的点心为什么就吃不腻呢？每次他都不重样，你说我能戒掉吗？真可恶！上次居然还被卡在狗洞里了，太丢人了！好些了吗？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姑娘误会了，是家父派我来府上拜见苏大人的。那你怎么来这儿啊？你应该去书房啊。这是府上家丁带我来的。肯定又是爹娘搞的鬼。啊，对了，梁姑娘，这个手帕应该是你的。嗯？表姐落在我这的手帕。上次原本想把手帕还给姑娘，奈何梁姑娘匆匆离开。梁天这个名字真的是与众不同。秦公子啊，谢谢你还我手帕。这些点心你随便吃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三公子，表妹，你去哪儿？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表哥，我只是去书房逛逛。走吧。撤！撤！在下失礼，如若惊到了表小姐，还请见谅。可是娄家堡少堡主，正是。素闻丞相府表小姐冰雪聪明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
不知娄少主找小女何事？在下前几日曾去丞相府登门拜访，我前去的目的，想必表小姐应该是清楚的。是。素闻表小姐博览群书，没想到对草木类的书籍也有研究。只是随便看看。娄少主，您托我们追查的草木经已经找到了，历时2年有余，实属不易。草木经，表小姐也知道这本书？草木经已流传100年，是世间仅有的记载了天下奇珍异草的珍贵宝书，多年前早已失传。坊间只把此书当成一个传奇，谁曾想，竟然真的能找到。找到这本书确实不容易，费了很多的功夫，不过也是值得的。不知道表小姐有没有兴趣跟在下一同阅览？娄少主若不介意，小女也想一睹草木经的风采。表小姐在找什么？曾君纲。下面的第3本便是。找过了，未见灵芝科。灵芝科在我手上，等我看过九瓣灵芝这一章，便借予表小姐阅读。九瓣灵芝，素女师傅说了，只要有月亮花种和九瓣灵芝，就可以医好我的病。少堡主对九瓣灵芝有兴趣？家父在世的时候，喜欢收集奇书异草，对医药食补也颇有研究。相传，千年能长成碗口大小的九瓣灵芝，乃万药之王，能够真正的芳香开窍、起死回生，是不可多得的万世珍奇啊！九瓣灵芝多藏于高寒恶劣地带或险峻原始森林、悬崖峭壁、人迹罕至之地，特灵芝周围伴有猛兽毒虫，累杀瘴气，万分惊险难得。自古以来，诸多王公贵族均想得而不能。据说这灵芝粉，普通人服下可以返老还童，而习武之人喝下，武功可以精进数倍。这灵芝粉还能解万世的奇毒，真是不可多得的仙草。娄少主当真相信这个世上有九瓣灵芝？在下不只相信，而且一定可以得到。够了！老爷、夫人，小姐她跑了。没聊上。小姐一见到秦二公子，一溜烟就跑了。走，去看看。秦朗见过大人、夫人。不必拘礼。快坐下，苏府没那么多规矩。谢大人、夫人。刚才一直在忙，倒是让贤侄久等了。大人言重了。听你父亲说，最近杀人案件有了新的进展，说来听听。是。京城这2起案件，受害人皆为年轻少女，且身体健康，品貌端正。案发时间都是在深夜之时，且都是独自一人，并未有目击证人。但是这2位受害人皆被吸干了全身的鲜血。秦朗原本想张贴告示，警示出行女子小心，但是又怕这样一来会弄得人心惶惶，且容易打草惊蛇，所以特意来请示大人。的确如此。这2起案件都是在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且手段独特。秦朗认为，凶手应该是最近才到的京城，而且与魔教有关。月灵宫。正是，月灵宫公主
以吸血为生，但是这些年却销声匿迹了。秦朗在西域3年，正是追查魔教的去向，只是一直未有结果。看来这魔教又出来祸害人了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快扶夫人回房间休息。是，我没事。楚阳，你回去，这儿有我和贤侄商量对策，你先回去吧。也好，让你见笑了。晚辈不敢，请夫人保重身体。这魔教又出来祸害人了，真是让人心忧啊。依贤侄的意思是，既然这2起案件都是最近发生的，秦朗以为应该先以客栈、流动人群入手。三少爷在这站了多久了？少说也有2个时辰了。自从表小姐走后，就站那儿没动过。哎，停，停！劳烦娄公子一路相送。表小姐客气了，日后恭请表小姐到娄家堡坐坐。草木经博大精深，值得细细品味。若不麻烦，以后定会前去赏月。在下娄轩，料想这位是府上公子吧？今日多有不便，先行告退，日后定会登门拜访。他就是娄轩啊？是。你们表妹，表妹，表妹，你去与娄轩见面，说明你已经决定了。我没有刻意与他见面，我说了，我们是在书房偶然碰到的。表妹，从小到大你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谎话。你是在指责我骗你吗？从去书房回来，你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三表哥，不知道从小一起长大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原来10几年比不过几个时辰，原来这么快，你就可以说不认识我了。夜深既得林奇雨，说花时归来去，叫人每日思量，到底与谁分付？其奈冤家无定居，约云朝，又还雨暮。江垒入冤亲，总不成行步。三表哥，他日即使我嫁作他人妇，也依旧会长久怀念我们对吟诗词歌赋。
善再走嘛。多谢大人盛情，晚辈今日冒昧前来，实属不敬。改日必定再来拜见，届时与大人一起饮酒，以表晚辈心意。也好，也好。难道他就是苏冉冉？哎，哪儿？快过来，快过来！这是我们家老五苏南。爹，娘，快来见过钱二公子。在下秦朗。哦，原来是你。两位客官，楼上请。来，请。好嘞。我敬你一杯。那日多亏秦公子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情急之下，任何人都会出手相救的，何足挂齿。秦公子果然有侠士豪情的气派。苏南，大恩不言谢。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只管说。苏公子实在是太客气了。表小姐回去之后，可有大碍？表小姐，这是何意？哦，无碍，无碍，害了风寒，早已痊愈。哦，哎，你们还没有正式见过吧？啊，后来也有书面之约。哦，已经见过了。表小姐曾经和我交谈过几次，不得不说，宰相府的两位小姐都是国色天香的佳人呐，一位品貌端庄，一位聪明伶俐。秦公子，过奖了。表小姐，她的身世我听说过一二，虽有不幸，但是能得到丞相大人和夫人以及几位兄长的关爱，也实属大幸啊。这个秦公子开口闭口都是表小姐，莫不是太中意表姐？前有娄轩，后有秦朗，表姐今年真是红鸾星动啊！我们家表姐的确是亭亭玉立，蕙质兰心。前几天，娄家堡少堡主还特意上门提亲了。提亲？再加上秦公子和妹妹的婚事，我们苏府可算是双喜临门呐！啊，秦公子，怎么了，表小姐？今早小姐的窗子又开着。你什么时辰过去的？某时。你昨天晚上确定把窗子关好了？自从前几次发现窗子开着，被您说了之后，奴婢一直都很小心，确定昨晚窗子是关着的。奴婢后来还检查过一次。冉冉怎么样？她醒了吗？小姐还睡着呢。等她醒了之后，你再去房间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丢东西。是。可是，真的不用跟老爷和夫人禀告一下吗？不用了，我自有主张。是。你先出去吧。是。
冉冉，冉冉，表姐，我刚睡不久。冉冉，你别睡了，我有话问你。什么事儿，表姐？刚才你的屋里有其他人吗？其他人？谁啊？好吧，好吧，你先睡吧，明天再说。一回可以说是看错，但是不可能次次那么凑巧。可是会是谁呢？我这样骗人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不对不对，怎么是我骗他呢？是他自己误会的呀，不关我的事。我应该不用内疚吧？可是骗人总归是不对的呀。哎，我该怎么办？小姐，岳峰公子来了。啊，九师兄来啦！人呢？人呢？我当小师妹已经忘了九师兄了呢，原来还记得九师兄啊，没白疼你。九师兄，小师妹可想死你了。九师兄不来见你的话，是不是以后打算都不见九师兄了呀？怎么可能啊！你是不知道，我娘亲现在对我管得可严了，连大门都不让我出。要不是你来找我，你都见不着我了。是吗？难怪啊，我进来的时候可花了不少心思呢。你不会是又……你别多想啊，我现在哪还钻得进狗洞啊？那你怎么进来的？师妹，坐下来，师兄慢慢跟你讲。我呀，一直在门口，就那么等候着呀，等啊等，等啊等，等啊等。突然，你五哥出现了，然后啊，我就悄悄跟着他，biu biu biu biu的就进来了。那我五哥他们没有为难你啊？我也觉得奇怪呢，你五哥这次怎么会让我过来看你呢？好甜哦。来，再吃一个。那你也吃一个。好好好，妹妹，妹妹。岳老三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七哥，九师兄上次来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吧？那也不行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们太乙山的人怎么都这么喜欢缠着我妹妹啊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们太乙山的人怎么都那么喜欢缠着我妹妹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离我妹妹远点，免得我妹妹被你带坏了。我是小师妹正经八百的师兄，凭什么让我离她远一点啊？嘿，我真就服了，我从来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臭不要脸的人。你让开，妹妹，你过来。你干嘛呀？我今天非要跟你好好理论理论。理论就理论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她是我妹，不是你妹，别老往这儿跑。我是她师兄，她是我师妹，我怎么就不能来看她了？你真了不起啊！你怎么还能说打人呢？我就来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师爷，你快救救我吧！啊去！只打了一个喷嚏，看来是小师妹在念叨我。我要不要下山去看看她？你醒啦？桌上的药喝了吗？喝了。你看，你的衣服我亲自洗了，所以你不用怕，没有人知道你在我这儿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你呀真是客套，哪像我那个小师妹啊，吃我的喝我的，从来不知道说谢谢。你知道吗？人与人之间，无需说谢谢的，才是真正的亲近之人。你中午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有青菜，有鱼，有毛豆，还有虾什么的。可是我从来就没有亲近之人。
那你先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来做你的亲近之人。叶青天。走，我们回去。表小姐，请。多谢。三表哥，你这是在责备我、欺骗你吗？表妹，从书房回来，你好像就变了一个人。原来你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表妹。停！来，坐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刚才过去的那个是人吗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呆子。三哥只有发怒的时候才这样吧？看来表姐这一句三表哥，对他伤害挺大的。哼，之前他们表哥表妹叫的，连我都起鸡皮疙瘩。现在倒好，表姐说翻脸就翻脸。哼，那也是三哥的错，一根木头，你们能跟木头玩得起来吗？老七啊，看来你要做的嫁衣，可不止妹妹这一件了。哎，不，我可不敢给表姐做嫁衣，要不然那个呆子会杀了我的。哟，大人里边请。哟，大人您来了。大人快请，里边坐。不必了。近半个月内，你店是否有西域打扮的女子入住？西域的打扮，西域打扮。哎，小三儿，你也想想。哦，好。西域打扮，掌柜的，咱们这儿最近没有这样的客人。是啊，大人，这个好像还真没有。那多谢了。大人慢走啊！大人慢走啊！好的。面具看一下。刚出锅的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面具。面具看一下。哟，姑娘，看一下面具吧。买一个吧，多好看啊！面具。瞧一瞧，看一看面具。你们几个跟我走，其他人去那边。是。京城西长街万具不装。大人，怎么样？没找到。掌柜的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儿怎么走？
嘿嘿，姑娘，这个地方可不好找啊，有点远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这样吧，要不你先在我这住下，等明儿一早再赶路。这么远啊？嘿嘿，是有点远，是有点远。我是担心啊，你要是现在继续赶路的话，恐怕到时候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看你人生地不熟的，你一个小姑娘，不安全，不安全呐。那个掌柜的，您还是给我指路吧，您这儿我可住不起。没事儿，没关系，你一定是初来乍到吧？要不我给你打个折？打个折？不，算了，我还是算了吧，我先走了啊，谢谢。姑娘，听我说呀！站住，姑娘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为什么？我要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你们放开我！不知道娄公子找九半灵芝，是想要武功精进，还是想要永葆青春？救人。救人？三哥，你真的不知道表姐去哪儿了？不可能啊！你们之前不都是一起出门、一起练琴、一起散步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惹表姐不高兴啦？三哥，你不会是做了对不起表姐的事情了吧？哎呀，不对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三哥是什么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这种事他做不出来的。难道是表姐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三哥的事了？哎呀，不对，也是不可能的呀。你表姐答应婚事了。谁答应婚事了？答应谁婚事了？表姐。傻瓜，我的小傻瓜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不许忘了我。以前守护你的人是他，以后守护你的人
只能是我。